你若是卡比的地界2千，2千，帮你卡比的10千，了后当中你去回复到它的第二项，它的第二项的时效。哦，第二项是什么名？我必须卡比，对不对？已经甲这杯地方泡成咖啡色，迄个印象。是为印象，我马上看到这杯茶内底当中不是黑色的，它的本质不是黑色的。机会它避免让我已经看到面积性。说明第二项，这是一个方便的假说。哦，方便的假说，它实项上面放线，这非常了不起。所以3条线就是这个道理。哦，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若见诸相，你看到诸相，一杯茶红色的、白色的、青色的、绿色的、黑色的，叫做诸相。非相，因为水的本质无相，伊加一行名，伊的实相是无相。但是你看到诸相，非相，伊就无相。你看到非相，因为非相是它的本质。这是它的实相。哦，它的实相。若见诸相，诸相非相，诸相就是很多，非相它是一个无相。无相有关于最，它本质是实相无相。是名知性非相，即见如来。什么叫如来？如来本质的是实相，如来的本质叫做实相。这3个规律有按这个讲，哦，这样我们就比较听得懂。哦，所以第二项及第二项是第二项，哦，这个3句话连在一起。好，去分离第二项即不说，但凡夫之人贪着体识。一条小队伍开始时间在过很对了，但是到了新出兵，过很对了，但是呢，世尊无讲到袂使，讲来是什么这叫这样讲，这是不可说，但问题有点小的吼，有点小迎接了，等得讲，迎接了解释，咱做安大的吼，咱做欠人的吼。应该讲给我们来解释深奥道学，但是用很简单，因为就现在参照跟变出来，参照的现象什么？本来第二项他本人不能说嘛，但是不说的不行嘛，我相信第二项嘛，做出的是个第二项，哦，功课所说，是操作功能，但是呢，就是安尼，我安尼就叫第二样。哦，所以重心要探究，并探究就是实，就是咱实，实体探究，非比这样。哦，所以这样了解。所以呢，因为第二项这个名，这是不可算的。所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假名之相。为什么呢？因为凡夫重心，他这个来探讨启示哦，不得不叫他观空。哦，咱考这个呢，虚空观，虚空观，虚就是虚小，为什么你要不得不摸办？第一个叫做花干，第二个叫做田干，第三个叫做这个不干，你看，第四个叫做花干，第五个叫做田干。那因为虚空观的内当中一直在讲花干在阿罗汉的这个。所以呢，伊这个观就是用花干的观，所以呢，那要画这些努力，所以你们来讲，不得不叫它观空。那凡夫即灵，即有我们凡夫执着每一种法，拢是实实在在。今天通过这个世界，通过以它进入，讲到我们的身体也是，也是认知影响。看后面的救星、好星，讲到正道，讲到第一道，都是一合相。但是，以为什么后面，它是个缘起，一年所生的东西呢，它不是一相化，一点我做第二化。那我们众生起了
我执，把这身之为由，把这个心就有欲了吼。那重心无地位，就把这个身体当作是我的身体，而这个身体实实在在我了吼。以及以无两个第二项极为地合项，它的道理就是这个身体本来就是所有风在跑掉，这个八天本来是所有风一显四大条，哪里有实实在在？一言诸为善，言句，妈妈生下来就是一个八天，但是现在考虑算哦，这个身体哦，实实在这个身体是你的。哦，再讲到我们的心了哈，我们就知道，这个我，如果有这个心态，就不会升起的这个我，这个执照为何会升起有这个我呢？因为你心呢，这个心，你看六字的一念，第六的一念哦，现在摆回这心上。在心上分别六种原因，有一样的就是啊，哦，香、用、米、香啊，这个就是一样。因为这个是这个一样，哦，就差点跟行，那庙是一样，这个一样。啊，这一样的这当中，跟这个人啊，这个人啊，无一样。伊现在影是虽然大，伊终究了了影，啊，这影是不是体？我们啊，如无泡影，这影是体好。现在还分为心相，哦，分别的心相啊分掉，因为这个分别执着的心就是妄心。但这有给你里面这个心的修心了哈，因为它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生理，它只是个六者一念。它是万法之相哦，因为这个因为我们梦想心，细心目标它的有变，那安尼，咱的现在的有一个念好，六字的念好，所以这个幻想，这个幻化，所以来我们是个啊，置换题理，离换题句哦，第一换，你要怎样换法，你马上明白哦，你要理。这看到的东西，就把它记录好。因为我们的梦想，是先同样，都是安尼个。那大概在这心呢，落下了个念吼，究竟分析来，梦想先只是理念，分辨义，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吼。我们学到的这个理了后，就是要有思维了就是观想，所以到时来这当中这个呢。文书心讲，文的相表，书的是分别定义这个三层来表，这个观察，这个体系哦。列的这观是用你智慧去观，不是用你知识去看。列地显地显某效，用列地为地显出的要观想哦，观想。我们的心哦，我们的心是什么东西？除了分别色声香味触啊，就是没有心，因为。这个心就是这个有的营养，其实是这种心了吼。想一想，这个方面就给呐，所以说嘛，这个心它没有一个本领，没有一个自信，因此呢，反复的化以我念而妄想心外面的身体都没有一个实在在的一个相，没有一个实在在的一个整体。哦，这个讲，咱是不有一个真相，哦，这是一个阴阳变妙，拢是一个缘起，拢是一个这个组合。我会讲，当你跟你的女朋友在一起，那个是一个缘起；当你女朋友已经分开的时候，是个善。但是咱这个心去谈恋爱，它是我的，它放不下这个我的。那既然放不下这个我的，它会产生一种执着，我得不到东西，你也不要想要得到，它就有争取、斗取、赢取。这三心调先明啊，三心的总结通过完了。
就是咱贵公一个小姐，甲一个男孩子，他相处3年，但是了后，因这祖囝都要去爱一个人，无爱伊，但是这个少年呢，伊就去邀请他的朋友，把伊的手里拍死。先讲，他认识我的，伊的心，伊唔当这是一个缘起的因缘，这个因缘伊个缘起之缘起的去缘之上，伊无了解道理，那伊嘛没接受这个道理，伊那讲，他有我的主观意识在强，这个观，所以他做成了，给我们修送给这种的命痛。当伊但是做出来了后，伊嘛差不多修煞，开始烦恼，开始痛，别再讲嘛，还是。虽然想法变在的时阵，几个都没有，所以建议就是不能有能力的必要改，不能有必要改。所有凡偶像，它是一个连续连唱，不是你的，本身在这边，你的身体就会通过出来。所以呢，你这样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影像，一个整体，所以它会用的它这描绘来讲，一关照。这个心心很强的所以我就是空的所以外面的世界不能接触，接触是怎样？接触是心，有实实在在的东西因为世界是最微点，以世界是世界的众围成因缘和合的成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因此呢，你袂使把伊接为伊实有之相。万物这重要真厉害啦万物的性能就是无多嘛伊所发的是有嘛但是伊甲性质嘛无现象。外面的境界也是少，甚至人的世界也就是唔知影这个范围他还不知道这是这么大的范围，他还不会动念去执走，他所执走的就是一个依报。众心所接触，这样是一个外在的依住肉体之外的因报所以你这个能力来讲，这个绝对不可以执着的代谢，包括所有的东西你都放下，包括你的财产拿放，包括你的一切的放，你无放下，你不空，所以咱哪个事能够然后你有心。心思，你什么放袂下，拢是有诶。但是其实，咱要离开世界，咱就放下。其实离开世界，无放下，离开世界，迄个无放下，都带去了。所以你若放下，该出来。所以有事的这完全道，事来属于这当前嘛。有事的完全道，心定嘛，你事的这完全道，你没有事的。你没有事的就放不下，所以这种有的，这才是你我爱，也是我爱，这我是我爱，这心里是我爱，还持着这一点在所以这个当中，别像那过后，样子之外，也变生变死，是为什么样？因为所谓在善生活，老爸给我是亲情，我给你讲兄弟是亲情，但是呢。为着这笔外口的财产，变啊亲情是用是袂当买，财产是袂当去谈。咱宁可把亲情毁灭了掉，咱宁可这笔咱外口这个道理就是个。咱今日有一个思想，兄弟的产咱一个思想，咱这个思想就是过人，这个不是外口的好，这是大部分宣传公司。但是老爸把咱财产，这囝就开始，本来我较济，本来我第二分较少，第三分三个地方甚至也需要是个麻烦点。所以造成一世人，通过一世人没有办法去解脱。什么物件？他认为是拥有的，他是只有的你那么黑财产是是的咱想不出来。
两个好的话，但是因为伊看到咱过年老师才把看不出，啊，你要看到胶片，你还不看啥？你都看到那个很细微的东西，你没有看到未来是这么大，只看目前的拥有，不感觉未来天长地久。那看到百姓的6年，那看到未来没有什么苦难。今年，咱看到咱现在物质，那么看到未来咱就改造，那么看到咱未来咱开始改造多少？咱是看到现在的世界接触这因缘合合的物件，所以走形了。没有办法啊，去赎罪的这种罪所以肯定这样对吧？这样来奉献，所以依报的东西拢伫这里面，就是这颠倒所以咱我对的出在，我为了一个解脱这如幻不实的依报的分封就把这个颠倒执着妄想。谈人心观空，你要把安怎来画出给迄个实相，要把这个细小给它画开。所以我们才能讲，适度看开放下，心好看开个好行，这个就是咱能够。但是你做好看，真正好难干的。那如果把人合作简单呢？当你家己拄着当面体无简单的。真正听人讲，这个毕业好啊，这两年好啦，这发了了就好啦，咱拢是啥对不对？但是演想，伊细个有经验，伊还保证讲，你无代志。当话者看到话你拄着时阵，你正面，你尽量对吗？一无所处，你硬到了，你是否还是一个无所处，还是有所处？你给你贴了方案，他到的是这个心法。当你不跌时阵，你能安住吗？你搞到这个情况，我谁啊？现在呢，应该多一点，然后我谁嘛我自己。但我听我谁嘛做干好呢？没事做干好呢？我做啥呢？原来，那个慢。所以咱真正学到之后，给咱真正面对的应对的时阵，你要知道看看，你会当真正逍遥的，还是你看袂开？看袂开，也是安尼看袂开，但是你通常都看袂开。所以咱常说讲，侬叫惊死，毋是叫悲死，看袂开就是叫惊死。所以大家讲，这种妄想盘点的分才能够无真的智慧，才能成为一个过相无任相、无众生相、无所得相的菩萨。第二项是一个实相相，它是一个实际的理相，归空归元。能想想一汤，面又跟气，面汤跟气汤，这个观念有是只有，空在宇宙，不在空中。能想吗？它是。意不相，它分不开，它是没有办法将它拆开的，它是非空非有，所以呢，但它这个基因，它的意思，它这个这个地合相，这表来就是个地合相，对了所以这个地合相又在后出地合相，地合相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把它地合相，以为。有一个一行上的实体，跟这个有一个一行上的实体，以及一行上的实体嘛是一样所以你反复提它的艺术，他们心里面它的意合相，这说了，因为是的意合相，因为用心的颠倒，我们讲也重视心，不得不说的意合相的数一共是一行上的数所以呢。叫旁边的重心就叫气感，这个叫气感，理解气感，气感这个屁股地方，这个叫做工具、器具，这个叫做器具，这个哪里的器具？
个气感，理解唔是一个功夫形成的理解，咱的做成迄个理解，咱的所很优秀的气感，对了吼，所以重心呢，那这个是种的气感吼，气吼。所以就有是迄五，重心就有的气感是有执着身体为我就有无相信，为我执着执着这些有我的东西，都是一个实在的自己。以讲，这是用实在这个世界，你知道这个一和相，你跟执着比这一合相是有的，这是这有什么呢？你的热力啊，热力就制造了吼，因此说，理想，你的地位，理想的智慧才能相互报感性，报感性相互珍惜，就自然安住了吼。所以，为了引导你对一而相，你虽然或者讲一而相，也要在引出你不会执着在一而相，所以他讲一而相，其为一而相，是你一而相。假借世界的一个微子的关系来描述一而相，它的本来真面目，然后让众生不去执着假象的依报。最主要就是要让众生无去执着就是世界的这个气界世界的执着，然后达成理想成就，没有理想他心以将着世界的理念，以甚至共到咱的心。咱大家一定要幸福，是一个是一个世界，就是一座山，咱甲分开了叫做围城，围城，咱的四大甲组成的肉体再把它包围有四大甲，那基本上这种是气体的一年的组合，但是它没有组成，没有关系，它是别的东西，它不是别的东西，但是自信它是具体的东西。这个肉体有形象的，这个是四大甲，是一年所具有的东西。但是不得的，按讲就是讲，你比这经理比这正报依报的，正报的肉体，依报的依助你肉体智慧的东西。还所你的亲戚朋友，还所你的财产，这个就是依报。所以以今日这一年来获取依报的正报。当你要离开人间之前，你能够真正相信。能够安住你的心，这是重要要来抓住，是叫执照。一二项它是本来的面目，让众生不起执着，假象的依报，达成一项相信，助心无助的目的，也世界所有成成，不一定好于世界，无一，无一个一，没有一个一个一，没有一个一个和。无一一，无一合。假设有一个一，怎么能够分开呢？所以它是不离不弃，不离不散这个合，能够把世界作为成，就不是讲一样，也就不能够合了。其实一又一界，它是影响这样的解析，就了解了世界界微点，为实微心。有其他力量，既然无是实体，也就是不应该生出你这种实有这个德行不生自重，才能够观空，也是能够观空的，能观空就能不起自重。那你这个在你再进一步学更能够深入的了解佛法。到师兄来写，再把它合到第一个来把它丢的中道第一也就有空实定，中定，实定空定，中道第一。因为实定的是个空有，空定的是空有多的招到中道第一。这个三地高学中道第一呢，也是不在空，这是中道第一空有是不会
世界出一点，就不是天，也就不是德，是因为是对它是个影响。中道第一定也叫做叫做影响吼。这呢，安尼当中呢，世界的并非并非实有的遗体啦吼。既然无实体，就是不应该执着实有遗体的特性啦。不执着，不执着，不是执着，你就会观空的，然后观空就能不起相执着，再进一步你也能它是更有气的文化吼，到实相的代相，大概行于呢中道第一。我都在讲，不是在空，不是在有，这样可以得到中道第一。中道第一是没有空有，空在有，在空的一个包学吼，三界一心，为相三界来解世界，为心所变，为识所现。一切拢是为心所变，为识所现。你甲合到为心为识上，就能观察到这个一变，这是这六祖金刚经的这30分啦吼，这是得到这28分，开过这个正报不能够执照，医报也不能够执照。起码以31分的类得到1分得运动经是我们别的问题来讲，一不是我是机器伊来讲讲伊的立足伊的想机器吼，知影伊迄个31分的是该说联合想机器，第2分吼，就是讲联合迄个。到这两种未来，这两分就是结束，结束就一定要结束到不得公司慢慢，迄个就是。所以你31分的第一个就是不能掉，所以后这两分就是结束掉，咱后前分是我所不念的问题。所以呢，29分29跟30分，就是把咱破除掉这个。不可做医保做，政府咱医保拢，但是佢都为了要破除咱的政府咱医保拢唔使做，所以伊用了足侪比喻，用规定的比喻，用世界的比喻，用这物件的比喻，比如呢，伊世界就是医助，唯一之间就是这个政府，世界这个这点来了解，所以呢，咱能够究竟不能做。究竟不能自找。如果咱有自找，咱的心很清净，咱的心安。所以这点来讲，这是一理。佛陀在《金刚经》最精要的这个《金刚经》的这个。那《金刚经》我跟很多会友来讲，佛陀曾经说法，以他这个来来讲，几年这当中唯有讲到577分，口巴式的钱，最后就是金刚经。所以金刚经就是大发展开来这当中的一些草的，一些草的，这草的，扭出来做金刚经。金刚经就是咱不得4人光天所在的平安。所以大家世界大家听的这种金刚经。大家讲，他金刚经我是说，所以你若去到对方代表，你拿起金刚经，这是金刚经，他们都很喜欢，但是因拢有去了背去了想，但是基本上因唔拿金刚经里面的含义在什么？如果你讲我听，讲你想我也是在那个史地书，一起改，按照来知道变成金刚经的内涵，很强化，应用的想，但是基本上你想要了解金刚经里面的真含义，如果没有真正的深的去应对去，基本上以间隔来讲，讲心里面很有意思，所以这点来讲，就是金刚经以来的一个
咱刚刚四座的新闻，我出的我有一头咧讲啦，我每当了解规模经大家明心见性的如果有做到的经验，那你迄个四座的变成变得更潮，因为你迄个青岛红岛啊这经理，你个秀出那个四座那个工程，这才要好运回去，那因为其实天空发现已经这样子我都可能差不多1年2、3年应该是这个结束，这个对方面咱以政府所上来的政府的这个经历那当然，我相信咱若真正有咧有咧注意、有咧研究、有咧对咧学习，其实咱袂当做了解，我嘛相信讲，咱多多少少整个人口应该我们是了解，虽然不是很入华、很了解，但是基本上的贡献，咱华人讲话了后，虽然不讲到咱的满意，但是基本上咱后去个注意，咱相信这个人口，咱就知他整个生活问题，他里面在讲什么东西，多多少少虽然不是很清楚，但是一为生2为熟，生活会变高手所以呢，这个虽然咱用经上班，咱有时间机会不断去扩大去扩大你若扩大研究它，100万100万，那你若扩大的能力去研究它，你去了解它，你可以多大给力？我较歹听，你慢慢办。这是最合理的。但是你发现语言，你袂感觉，你怀疑不怀疑呢？你到前头，咱你去摸这是。迄阵你有当会读的时阵，你真正欢喜好加载，我都厉害，我就老。安尼点迄阵你会做欢喜，你想讲去到迄去到泉州，迄长洲边个后生，迄两个，恁问我英文经的迄阵，问我19分，问我19分，迄阵人们变，咱我好啊，再到学，毋过我了解。我了解，1年1年1行字1年10秒就是过去幸福的题，幸福的题，幸福的题。但是因为到9分来，就讲有些人就写如你第3000代件写过去，是你是今年1行字都好，伊这段慢，但是咱好了。其实，因为不得伊讲的条件是32分，伊完全是就唔太做到这什么。但基本上伊不得都是5分3，但是伊19分加10分有相互的关系，你若比19分加7分，有些人做写如比第3000代件世界，结果是过去是因伊是今年这种运动。对不对？那按你讲这句话你讲无意思，你嘛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是意思，因为是3000代件不可定义，3000代件世界是不可定义，那你讲为什么？因为3000代件不可定义嘛，过去是不可定义，就是不可定义，是不可定义。这是中国经的第18分的一节个部分的上尾的构成。来教育的是，做的有些人写入里，有些人做写入里3000代件世界7本，超过是因这种运动所的个，是因22年这种行动，是因22年这不会做重要但是咱若去看咱，30不可，为什么不可定义的是不可定义的是不可定义？所以咱就不下来，咱过去的就只过去，
第三天大件不可变因，哦，伊就三天大件世界是个因，伊人伊是因缘，你头是多，是人伊是因缘，是人这个人过死是无自相过死，做简单。但是咱若去研究咱来弄一万，无人关系，一万当接受。但是你若去研究呢，无能到白，我嘛唔知。咁是，所以你今日其实你学当就来业，你学当就你就来业。其实你金刚经，你若做华经、四书五经，你记得嘛？去到大家我来讲，那有可能咱来理解，又要听到，拢来理解，拢到理解开始，真正好无变。所以你想这个，这是历史的答案。讲之前我们讲义先答案，这次来哈，所听到没有听到新话，因为这改了那么天的新话了，唯有你第一天在后半段的半个小时讲这些都是新话，研讨过，那个毛病的工作才做不行，是，因为那个公告，因为你他需要的是这是101考的这种有高的行情，一是学的复旦大学，一是学上海复旦大学哈，复旦大学法律系，一年两个共学的其实出来了，因太难，而且所以太难跟科人班课点，我是填过，我在科人班课点，但太难也是做的，你考在不？因安就是一个大啊，所以这个意思讲，原因伊遐人拢已经为经典的做个上并且去，但是你若这物件好，所以伊即届来就是爱要听什么想法，我还有出来，讲伊有修好有出地讲法的，或者东西讲话经，我这个没修造是安怎？也早一听无对基础啦，或者讲没讲大爷，我对啊，你咩行后天的菩萨，伊今日当中，伊是阿罗汉，你去考到这来听，那么等到所以安经，修安经啊，大汉17年安经，奠定这个基础来从这个光明经，到这个哦，这个基础，咱今日来这个经，为了咱社会。为了别人来头吃，在里面讲，你若你食粉哦，十块用食的哦，因你食生粉容易，30年来小孩你粉哦，非常研究，你弄研究，分解的这个哪一些创作不出来，这是要给我们好，所以整体来一定那个，你讲咱这些小数的，伊个是分来的，啊，其实 OK， 重要。这迟早在我哋刚才这边买，弄成话，一条把它如套，啊，我买来我没有被欺负，所以你今天当中啊，这个说，他是修完的变成哦，真正要读到这个理论改变，真的要是一些道学，啊，因为这些基本上啊，能够去面对一些有许多佛法的。有真的对道学有深安的朋友，我们一定它是很简单，哦，比较方便的，然后这个我记号信息，不用面再分享个人看法因为这里30一个项来。这是送的。我嘛要了习惯，以后拿对方他要抄。对的，对的。我现在是应该先不掉。我给这个这一堂一小这关于有意思蛮听过一知半解啦。等目前讲呢听是
像有样是包括怎样的，就讲带了开了开了，啊，这样看吼，你上这情况叫你家己想嘛，无先规矩吼，啊来个看是不是这样？到底上互咱这个高度吼，啊，我就感觉讲吼，这一项以上你讲安尼吼是有，吼你听是怎样？吼，就是我感觉讲吼，伊这是讲吼，以德服之，啊，理性为主，咱袂使自上，但是吼咱经济是安尼讲无，但是吼，咱要达到一定的实在是袂啦。有时咱是人袂晓发现咱是在家修嘛，毋是像过去讲，伊迄个庙前青山古洞咧修，伊迄个前中咧修非常严，但咱即个洞中咧修，实在吼无好修。但是咱就是爱照即个事来画咱个情景，照事来画咱个情景。啊，所以话讲吼，咱就是讲吼，伫咧传统道路的当中，啊，伫传统中，哎，就是咱因为拄着见到，啊，咱就有运气，啊，然后，讲个时间短较久，你迄个无运气个是，你那个机会是1分钟、5分钟，还是1日，还是2日，吼，啊，这个景点，互我感觉讲吼。这毕竟嘛是咧增上面，哦，因为伫顺境的当中，大家拢是去谈方式，大家拢考好先生，但是伫迄个意见考的时，咱就无明个，你个是不是？咱安尼想，咱了6万年来，这个其实有时咱讲了，其实就知影咧，无明袂使去，但是在迄个见到，不明啊，因为咱6万年来这个经历对阵啊。咱嘛讲开是，但是他迄个境界咱就是无像上贵人遐在新闻在讲啊，无像生死大事囥上头前。咱即摆拢上迄个做福报，你像即摆上班，就是追求福报啦，当然这福报毋是伫迄个福报的情观的当中，咱拢以福报。无迄个念头讲我即摆咧修，所以行人咧情义的当中，就是拢要个关心，因为咱有咧上班人头咧切咧啊，毋是讲无咧上班，立志当头的是虽然你迄个术士来讲，金子玉于玉啊，小于玉于玉啊，咱是拢要咧切迄个。咱来想过迄个清凉期间啊，咧小人平道，下去从你财产拢该下掉，从你爱入美国遐，从即个成本出来卖下掉，清晨古洞去继续，做平道，迄个价较可坏，咱即摆收的我几多无共，挣要挣到这，更加迄个，然后咱来讲吼，迄个修平道拢有维修，可以，互我咧想这好咧修啦，是不是安尼吼？很难下定论对了，但是咱讲时常咧讲，咱要一世修一世修，咱若无境界就讲较可能。咱若是想当作我假如我没有一天。不是啊，不是你看，你讲咱发生迄个件发生迄个事情，这个了，咱就整理的迄个结果，咱就真个。这是每个人的心境，像好孩子，一个是讲佩服早苗，好孩子心境的，像我这个。迄个人生差不多到这里要结束了。这个因为咱到迄个时间到时，咱讲吼，
咱做的工作足少，不单追求发奋的，无咧开这个酒，咱是为了啥？就是像，前面咱是常讲，咱无做咱就咧等，像像做来讲，我什么事咧做就要紧，你讲好咧嘛，咱去做遐个，但是咱即马因为在家生活当中，一方面追求发奋，有办咱在开肯定，这个工作多少。嘛，看拢袂开，拢还佫伫遐追求目标。咱若想做这个，好无要紧，我什么事咧做拢无要紧。咱做个遐，但是咱无啊，所以讲生活无遐苦实在吼，即摆精神都袂对啦，这是我迄个理想头的一段当中，我有一点心得啦。但是我当讲你要多参与，比参与中你搞动去推广。你若无参与要推广困难，主持人讲唯有身临其境才有印象。你没有身临其境，你没有印象。所以就讲，咱伫学堂的当中就讲，借咱参与道中的这个板德板师，而来感动我们的心，带动去休息。咱有多参与一届，咱就体验一届。无，咱若讲无咧参与，无咧参与板师甲板德是，放弃讲咧修堂的一些境吼，过去大家知啦。讲足简单啦，要增加学习的能力，小面的我马会上是老公啦，一小华多大家。有那个有那个生理期间会提高成感情啦听到细个点检查到那个时间点太高点当时的物件细个较还高迄个物件就特别，咱的梦想差到，要安怎办？先甲后，拢总平心静气，简单，简单，慢慢来，这样子。目前第二次，我已经今天是现实我欠这气我都理解，我比较熟悉，我们目前我都清楚，我这样体会我也可以生活努力来当然一条小当然伊讲有迄个世界3000代先世界，这个语音用咱这个这做一比喻，当然其实咱的辛苦会比咱真正拢有讲啦这个是一个啥小事情，只是讲咱这个辛苦咱是也是给的人是，当然呢，伊刀的顽强，天地内底所有拢是这个辛苦内底，当然呢，这是一条线，当然咱嘛有灵性，这个讲的，你满了好多，这个道啦，道看袂到嘛，当然呢，这个道，
这个咱的主线，当然咧，这看袂到影像，当然咧，叫这流行咧，都会合体，交宇宙共款啦，宇宙嘛共款有一个真理的存在，所以讲咧，所以讲过去就是英歌主讲有不分性，先天地生，一个了解，有解，所以讲咧，嘛是咧讲迄个啥，迄个宇宙的一个主宰者，就是咧，咱这生物咧，就是一个小体咧，需要咧当然有一个精神物件来主宰，当然咧这嘛是做一个，这一个力学小的体，当然咧连主质，连来质，连去质上，当然咧，有阵时咱目前讲有阵时面对着世事件，足济一个世间的一个苦难当中，无法度咧讲，卖起来一种，迄不简单啦，实际讲，甲语言，佢一旦叫无位，伊叫失去，迄得失心就走出来。你讲无这种任何的代志，我看这真正是需要工，需要精神，用讲起来体。所以讲咧，这到时来讲，这身上迄个回报就是走出来。莫讲辛苦谁人做谁人做，莫讲迄个，所以讲咱养以为咱做太太无惊，我是困难，我是所以我来讲较真实，事实是咧讲，我来体会。有一次，较早一讲是咧讲，我是来练习，不管是对啊，去头路去，我是来打咩车里来练习用，我那种感觉过，咱若哪有变个新的物件，会出走，叫胖点是叫胖点，心中那是要告诉别人，咱人给了解物件是真正出走，这是我那种感觉的出走。莫讲咱保囝，莫讲爸仔囝，其实更较深层。保囝人生应付的，保囝人生的是人讲看人挂多伊讲伊袂思念吗？伊袂挂念吗？佮讲了讲伊袂挂碍吗？袂挂，到尾心里思变了，对我是点，迄个时阵当下来见证啥，其实是真正要跳脱这个物件。只是若是身临其境才有的印象，若是你真正亲身体验，可能呢，可能较理解，你可能感受不到，这真正，真正是我的，这是以上我一个感受啦。对，当然了因为这个事实是感觉，所有优秀他们是主角，无论是主教者，无论是伊国的结果，这是一个属性。艺术家马上呈现，艺术家就是反向的接标，妄想去做。妄想就是对方泛化有属性的，所以这个来讲，一些这个义和相，这个义和相，一些讲理，不离不弃，不过不进，这个相。义和相，即为义和相，胜于义和相，现在的空间出来，义和人家都结合义和相，但是迄个不是义和相，迄个是因为我讲所以强调这个不离不散的义和相。但是因为伊若无甲你讲，伊若无依过这个烧效，伊有像属于像圣人像，因为万夫之灵他的意思，因为万夫之灵会贪到你的意象，若贪到你的意象，把意象当作是迄个物件，那就烧心，那听无？那就接着看，一点接着都不是意象，因为迄是清净不变的事，所以伊是。伊是咧大复杂，伊是大概概念，所以拢袂使互你去解释，去先讲，可以到个清楚，因为袂使个，所以你每种这样的义和相的条件，二和相的问题
它不在于环所有项的东西，环所有项的东西，拢总是一个因为所想的它影响。好，安定了哦。我直接说出来，这是这个技术哈这个好，像我们过去很实际，好，谢谢各位。这一天的时间，领导说知道都一体实践，一般将目标为提升中领导说，中准备目前有几个中知道一直中，中3中。